我看看三明治有关注了没有？有关注请你关注的，没关注又不是我粉丝，我想请你喝奶茶都不得。那我们现在关注啊？现在关注走，请你喝奶茶去。真的。哎，这个名字来着，我现在看一下。那你又说你有抖音刷到你，我们看了一眼，看了。对呀，然后我们看对比了一下龙湾，看到是我是吧？有没有绯闻呢？有没有绯闻呢？快点关注一下，请你喝奶茶。关注了。你要不要那个？你喝奶茶的话要看到你的不？怕啥呀？你怕的话，那等一下，我粉丝们都以为我自己在这里喝。去哪里？哎呀，感謝我維他奶，謝謝我維他奶的帽子。我就呢撩妹仔咯，你咁快就送帽仔俾我哋啊？真係，就呢撩妹仔吧，啲學生妹仔。要請靚妹仔去飲奶茶嘛？啊？請靚妹仔飲奶茶喎，你哋講要冇？定係我去食粥啊？定係請靚妹仔去飲奶茶？你哋講？你哋講我去食粥好啊？定係請靚妹仔去飲奶茶？你哋講？啊，參與一下福袋，老鐵們。撩成功了沒有？哪裡有那麼快呀？偉仔哥想溝女，講這種，嗨。什麼啊？路過咪咪啊？噴屎啊？撈人傾傾偈，又撩妹仔，又溝女，咁好溝未？真係，人家冇願意照冇勉強，去食粥咩？啲學生妹仔去食粥啊，冇去飲奶茶啊？冇低你喎，睇你哋嘅喎，天然揾到喎。做直播賺錢冇？帶我賺錢啊？咩冇賺錢啊？啊，賺錢啊！对，开开玩笑，在直播间的老铁们啊，开开玩笑，没事的。大家都是比较理解一下的。从广西回来了，谁从广西回来了？你从广西回来了吗？啊，你从广西回来了吗？食飽粥，休息下，再飲下午茶。又先咧嘔咗咁多落呢？先咧嘔咗咁多落啊！我冇係好大食噶，你知道冇？你以為我好大食啊？好細食噶。我話冇有食過燒雞、燒鵝、燒鴨食。你好，下雨天食白粥，懶得屙尿。你認為我有咁多尿屙麼？哪裏大水？係啊，水災啊，係啊。咁水災我哋又冇實力咯，係冇？我哋又冇實力，又冇減到過啊。落水的，落水的，落水的，落水的。落水嚟，去老闆娘咧，食碗粥好嘅。
冇係咁樣講個阿 K 先生啊，人哋講西人哋大把，人哋講西又大把，你只不過你經常睇廣東個，你睇到個佢哋嗰班人啫嘛。靈山又嚴重啊！唉，講真實個，乜嘢都係要揾到錢先至乜嘢啊，係咪咯？乜嘢都係揾到錢先至乜嘢啊？俾我中個福袋，明天冇買輛燈牌嚟。